后礼拜就是清明啊，这陪伴民众是愈来愈多。伫咧新竹大坪顶连骨台路边，着人乱抌红包落啊，造成环境的问题。遮侪人拢讲起陪伴的时阵，若准用这红包落啊，滴一寡盐味放伫咧身躯顶，就会当辟邪。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，无必要安尼先做，一若乱抌，共款会互罚钱。红包落啊，互人乌白等伫涂骹，若路边有，边仔树仔骹嘛有。清明节伫要到啊，陪伴的人愈来愈多。伫新竹大坪顶灵骨塔附近，最近出现大量互人乌白等现实的红包落啊。对环境不好，整路都是很难看呢。有人讲陪伴的时，身躯爱早底盐，也是比红包来避邪。要走则甲红包弹掉，代表气歹运的意思。不过民俗专家讲，其实唔免安尼，若无法度避邪，佮对祖先无礼。多亲戚嘛无礼貌的做法，因为一般民间如果遇到有煞气，才会除阴除煞，才会用盐米顺宗追远，敬老尊贤，所以非常忌讳带着盐米去到坟墓去绕福塔。如果需要盐米洒净，是回到家之前，你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撒盐米，来除秽除贱的意思。亲像红包落啊，伫涂骹满世界。新竹市环保局表示，民众乌白蛋粪扫掠到也会接罚单，罚1000到6000块。清明祭祖扫墓期间，请维护环境整洁，避免乱丢垃圾、烟蒂等。依据《废弃物清理法》第27条第2款的规定，违者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款。环保局表示，最近针对附近路段，除了安排清洁队加强摒扫以外，也派人到现场加强巡逻，也呼吁去陪伴的民众，做伙维护环境的清气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